来看政治新闻，国民党选测会名单引起党内风波。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2天就话讲拒绝乌金，这有成员之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鲍坤琪呢，和党内真侪人伫点名。对了这个代志，鲍坤琪直接就开记者会，呼吁侯友宜公开宣布参选2024年的总统。伊感觉这个选测会若无理想。 侯友宜请你出来接管，有关因为炒股票，互人掠去关。鲍坤琪嘛强调讲，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败乌的对象，拢无针对政教犯。觉得侯市长在执行黑金吗？甲记者点一下头，鲍坤琪无要个别回应，不过选测会名单风波，你甲伊紧站出来发声。国民党需要一个2024最强的母鸡，需要一位共主。 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最强母鸡侯友宜，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我们这些幕僚单位会全力的来协助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有任何侯市长需要的地方，我们大家都会全力以赴。第一发声，爱侯友宜唔通个句句比比，就是因为前一天侯友宜伫咧面前讲，拒绝乌金伫咧任何政党出现，明明未接受乌金，喊你担当为侯友宜公开开炮，当然就是为着选测会名单。选测会如果不尽理想，也请侯市长来接管选测会，我们都乐观其成。我们更希望。 台湾需要英雄，希望侯市长能够承担大任。鲍坤琪这句话可能讲着真侪党内同志心声，特别是进前鲍坤琪捌因为炒股案扣定罪，烦恼影响到哪滚的形象。李全照先生还有傅昆萁委员都认为他们的目前的状况不适合进入选测会。2024年的选举破口也来自于这一份选测会的名单，不管是国民党版还是民进党版的党章。 所有的排黑对象都没有证交法，我从来没有违约交割，从来没有内线交易，但是却被以意图思想犯来定罪。被回访点名是乌金，那官也未正式上战场，都要先面对家己人伫咧这支选测会名单。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